大家好啊！咁最近咧就有啲朋友問我咯，究竟邊一間保險公司先至係最好噶？咁其實咧，我覺得呢個問題就等於問緊我邊個女仔先至係最好。咁其實結咗婚嘅人都知道啦，包括我自己啦，其實從來都冇話最好噶，只有最適合自己嗰個。咁當然我都覺得最好啦。咁所以大家諗清楚自己要啲咩未先？我自己認為咧，其實揾一個適合嘅人去處理你嘅保單咧，先至係最重要嘅。究竟呢個人會唔會有足夠嘅專業知識，可以幫你解答到保險上面嘅問題啦？而第二啦，就係呢個人會唔會有相關嘅經驗同埋方法，可以識得同公司嘅後台去溝通，為你去爭取翻你原本應有嘅權益。同埋咧，我都想再提多次啦。正如我之前上電台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有講，其實香港嘅大中細嘅保險公司咧，都係需要受住保險業監管局去規管嘅。而所有嘅保險公司啦，都需要有精算師去簽署，去證明呢間公司仲有足夠嘅儲備金，同埋有一定嘅營運能力咧，咁先至可以繼續營運落去。咁所以咧，各位聽眾我想講，真係唔需要擔心一間公司究竟係咪安全，但係重要嘅係，做啲人生咁樣，你諗清楚自己想要啲咩未？中意個頻道請 CLS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